咱今仔日是2003年5月27号，2023啦2023年啦，2023对啦，嘿。5月27号，今仔日是第89回世界台湾文化论坛。今仔日是台湾文学欣赏会，阮有提早一礼拜，因为有相对大，难免拢会安尼吼。咱今仔日要讲的主题是对谈性，透捌心，拿春水的18禁小说。今仔日咱邀请的作家是拿春水主讲林奕宗，就是林浪子，伊要来对谈。但是咱今仔日的时间会稍点换，就是要互林奕宗先来开题。大先我要来讲，就是讲为什么会去用即个主题叫做18禁的小说呢？因为有一遍阮咧读阿英张昌敏即本册的时阵，咧读即个全白话字，其中内底有一段就是老母阿花要甲因查某囝借钱，因查某囝就甲因讲，当我迄落较冷的时阵，我才摕过来啊。阮迄阵读册盘读的时阵，也无感觉即句话有啥物。其中就有一个读册盘讲，这是18禁啦，这是因老母的迄落算做讲，意思是咧暗示讲吼，当你着过25冬还搁咧冷啥物啦吼，就是讲，啦，所以讲即个读册盘若无即个迄落安尼的提醒。大家拢毋知影因老母咧口说因查某囝啥物货就对啊吼。所以大家读册盘大家就伫遐咧讲，咱吼嘛，敢有人有在写即种诶类似诶即种诶文学安尼啦？大家就开始伫遐咧变，就替我去找拿春水啦，迄落林宗元啦，啥物人，搁有写啥物？甲18禁有关的诗啦、文章啦，安尼啦吼，大家就安尼足热情的吼，我就赶紧去联络一寡人安尼。咱头第一个就是联络着拿春水老师，即个伊嘛真阿莎哩一个就甲我答应。毋过了后就是有一寡因厝线路的 WiFi 的问题，无法度通去进行。好佳在咱有丹罗少年人吼，替伊来设法即个问题，所以就甲邀请我，无你即工来台北吼，来我录音室，才安尼，咱即个问题才来解决起来。所以咱今仔日会当伫咧遮来讨论即个18禁小说。其实即个拿春水老师伊的册真丰，伊会当为过来角度去探讨，咱要邀请伊过来。拢抑阁有可能性。搁另外，今仔日就是讲，咱今仔日邀请到即个对谈人，伊的笔名叫做林浪子吼，伊的笔名足济，我拢讲是安怎叫做浪子，是四界咧榴莲是，讲嘛是差不多，伊也遮趣味。要找即个对谈人的时，有一个困难度，我找过来作家伊。大生拢是女性，若听到18禁的，拢嘛拒绝，拢学了拿春水的小说好，但是讲这种题目我毋敢，就搁去搁甲我转去啥物人，安尼我就搁去联络啥物人，啥物人讲这我嘛毋敢去对谈，了后就搁3转4转转到讲为即个林奕宗，我叫春的哦。毋是叫春的，是因为你上好会排伫上后壁安尼就对啦吼。伊嘛是真爽快来答应安尼啦吼。咱会当认捌即个林奕宗吼，嘛是咱林奕宗啊。林奕宗，歹势。
龙珠啦，叫龙珠较顺。龙珠嘿啦，较顺啊，较顺遂啊。龙珠伊是一个读足侪册的人，真了不起。伊国立大学毕业啊，硕士是中正国立中正学校，啊，博士是台师大，伊的拢是第一名毕业的，逐项拢第一名毕业的。啊，伊所投过的稿差不多台湾投到位台湾尾逐项拢是第一名，拢是得奖的啊，所以我伫迄个小界的中间，我是讲，得奖无数不尽啦只好着安尼甲轻轻甲迄落念过。啊，你等下听伊咧讲话，就知讲伊是真有内涵的人。好，啊，咱即马着先甲时间交互即个龙主。我拢叫龙珠兄，安尼较好较顺气。啊，即摆好，即摆本来是对谈人，伊要先来迄落开场来安怎讲？请大家期待。安尼我大家拢有听着，谁拢有听着吼？有啦，有。安尼线顶的朋友大家好啦吼！啊，我今日是要来讲，要来读，应该讲要来读即个拿春水老师的即本《大人所爱》即本册啊，吼，即本册啊若工商服务一下，我安尼看了后，真正拿老师真正是有一个真有底气的一个艺术家，一个创作者。看了哦，我先咧看吼，真正较沉淡，毋过愈看愈煞喙，愈看愈有一个，愈看愈感觉咧看一出电影啦。我讲实实的，咧看一出电影。啊，我咧看即个老师即个伊的文本吼，我会先为伊的实体经验，啊，佮有伊的行大的历史来去看。所以讲，毋管是即个散文、还是诗，还是小说啊、小说吼，我拢会为伊的生命经验，伊本身伊即个作者伊的生命经验开始看，因为我伫我的感受内底吼，人格就是文格。即个人伊的行大的历史会去反映着伊的文本、伊的作品，安尼，这是我咧看一个人的作品，因为我无熟悉你，我会对你的作品来去知影你即人的个性，这是我咧讲，这是我可能我的感受啦，吼，我的感受啦。啊，等下我咧讲吼，若有冒犯即个老师吼的所在，啊，请老师安尼多多包涵啊，请你见谅啦，这是我家己的看法啦，吼。啊，进入老师的即个情景，进入老师即个文本啊，伊是一个足充满一个点度性，即个点度性有充满足侪暗示，嘛有充满足侪提醒，嘿，嘛包括我头仔咧讲的，咧看老师的作品，敢若看一出电影，敢若看一出戏幕，吼，迄敢若袂输，敢若文武场的安尼啦。你也咧看伊的作品，拢有一个大画头，迄个大画头就敢若文场咧下现啊，吼。啊，武场，你也咧看伊的作品，伊的主角，咱知影，即个小说啦吼，人物、事件、地景，迄就敢若咧讲，开始喺武场开始咧加你联络啊，吼，啊，伊拢有，你也咧看伊的文本，拢有上重要一个显示，就是出场诗，咱讲的出场诗，迄个大画头，啊，出场诗最重要，伊伫啥物戏网最重要，咱讲一句话俗言叫做。一声应高在，无声毋免来。即句话最重要，即句话伫那老师即个作品内底吼，我感觉是伊即个真正是伊个心脏的所在啦。啊嘛有一寡想法，一寡意念，想要甲老师安尼论讨、议讨一下啦吼。啊，我分几种的议题，第一点就是老师即个册本的封面，那如果是因为我开始我有咧做一寡编辑甲一寡设计吼，是安怎？我先摕着册的时候，我想讲，我以为伊会甲即个甲迄个甲显目的物件维持伫爱，但是安怎会点伫人？我就伫遐思考即个问题，到底爱甲人伊是有啥物关联？是人较有爱，还是爱较有人？啊，即个爱。足具体嘛，足抽象，嘛足想象的。啊，所以讲我就会慢慢个进入，就讲吼，我想来用迄个精神分析的迄个想法来去来去分析老师即本作品。迄时我就去想着，咱知影讲弗洛伊德，啊，佮伊的咱讲的即个伊的徒弟嘛，荣格佮阿德勒，吼，啊，佮我佮想着迄个勒港伊的三个世界，
咱讲的三个世界，就是想象界、向定界、甲真实界来看老师的作品。啊，当然这是我家己的想法啦。我毋知老师伫即个人甲人之间吼，迄个爱，伊是较偏向精神，还是较偏向即个具体的真实界？啊，因为咱知影伫六港的即个镜像论内底有提出两个想法，叫做理想的自我，叫做 ideal ego， 甲即个自我的理想 ego ideal， 就是咱到底咱人的认同是爱针对别人的想法，靠迄个认同，还是咱自我的认同是由咱的自我的潜意识安尼？但是伫大人所爱即个阿娇，伊咧安排阿娇伊的自我认同，甲即个金花的自我认同，都有即个程度上的无共。啊，这等下可能会当请老师来去做说解一下。金花甲阿娇，伊的自我认同，伊的理想的迄个世界是啥？嘿，啊，第二点就是即个关于爱，即个爱的讲法啊，咱知影的吼，爱伊是一种真复杂。啊嘛是真简单的一种，你若要讲伊是一种精神，还是一种物件？啊，即个爱是对倒位开始？是对倒位开始？因为咱知影讲，若要以爱来分，咱有分情人的爱，有物件的爱，啊，佫有你咧收藏的物件的爱，啊，佫有一寡精神的爱，啊，佫有规各方面啊吼，来去探讨爱。你像宗教对爱的想法，基督教、佛教、道教对爱的想法，国家对爱，咱讲的忠诚，咱对这个国家的信仰，咱对这个国家的认同，迄个爱，啊，有对艺术，你对这个作品、对这个文本，你的爱是众人的爱，还是你私人的爱？啊，佫有科学，以科学方面来去分析爱，伊有分几个层次，啊，佫文化的爱，等等啦。所以讲，我讲，等下嘛会当以老师讲的，那老师伊咧论讨迄个爱，到底迄个爱是较偏向倒一个方面，还是到底是较精神方面呢？还是较偏向咱具体人甲人之间的爱？安尼。啊，第四点就是即个迄个顺序者，哦，即个较偏向较理论性啊，到底。咱讲的知影，伫即个小说内底有一个，我拢看会感觉有一个叫 metavision。后时你老师会去思考讲吼，你即个阅读者咧看你的作品的时阵，你会甲即个读者想入去袂？咱会分在场甲无在场，所以讲老师你咧写这篇文本的时阵，你会去思考阅读者伊本身的感受，这是我上大的疑问尔。嘿，你就敢若。马克思的幽灵安尼，你会敢若你会想到伊在场甲无在场的想法，嘿。啊，搁第五点就是即个，因为我定拢会摕老师的即个大人的所爱，甲即个原始大家客的缘分啦吼。我感觉上有意思的，就是伫大人所爱，若有兴趣的，咱去看。我感觉讲，真正敢若看一出电影。但是，即个爱伫大人所爱，伊的安排，甲原始大家客缘分的爱。的安排是两个无共款的方面，无共款的结局。伫大人所爱，迄个爱，伊是毋是一个无采手的物件，是一个无了工的物件？咱讲的凊退拖西尾，吼，黄啊顶啊碰无子安尼。即个爱伫大人所爱，伊是一个讲是无采工的物件。嘛有人讲过讲。我看伊的，尤其是阿娇金花，佮有用七娘妈来咧做主题安排的时阵，会互我想到一句俗谚啊，叫做“翁亲某亲，毋值老婆仔拍车恁”。啊，伫即个老师即个安排内底，你安排阿娇金花，啊，佮因老母，啊，佮七娘妈，你敢有啥物款的一寡想法？要问老师的，啊，佮有包括你对即个爱的安排，对即个爱伊的书写，伊到底是毋是伊充满点读性的，还是拢是一个无采手，是一种凊退拖西尾的即种无采工的物件安尼？啊，以上5点就是我想要甲老师安尼对谈的想法，吼。啊，若有冒犯的所在，也请老师安尼多多包涵，安尼，吼，好。真
几句诶，龙珠先生、龙珠作家吼，咱就知影讲伊读诶册真济吼。因为一开始我就是甲伊号即个主题，甲伊号做即个性心灵迁移式。我就是想讲，这用即个心理学来探讨会足精彩哦。所以即个龙珠兄伊就随切位遮随过来，当然伊佫包含诚济物件。好咱即马甲时间交互即个丹路嘿，丹路，丹路，即马敢听我的声音？有，请讲。安尼我感觉就是拄则林龙主的问题，其实已经诚精彩啊！我嘛足期待咧，那顺水先咧伊的即个答案啦吼。我想讲，咱先咧应该嘛已经准备好要来回答嘛。安尼我先互大家看者，就是我即马坐伫老师边啊，就安尼，刷来我想讲，其实小解的部分我看，等下若是后壁有时间，老师再来豆豆讲。即马请老师会当先针对这拄则龙珠兄的这个哇，足侪问题哦，足精彩的问题，请老师先来讲互大家听，好无？好，老师请。龙珠兄哦，你才高八道八道哦，毋敢嫌，毋敢嫌，毋敢嫌。你问的问题哦，应该想讲你比迄个讲，你问一寡遐问题哦，足成迄个，因为你读硕士班还是博士班哦，有迄个文学的批评哦，这方面呢，因为迄个规套的讲阅读者的啥物感想啦，会当掺在内底，这是种的理论呢。对我来讲哦，我写文章无你想遐啦，你是将事实，我加入我个人的感情哦，甲写在内底啦。因为你亲目睭看到的物件，你要哪去想着讲阅读者有啥物感想？我想是无啦。哦，真正你问的问题哦，足济呢。我毋是电脑啊，我嘛无法度。你迄个钉塔哦，你若简单直接问两三句话，问讲这啥安尼可以，要回答哦，较无问题啦。你若向我讲这我嘛无咧记忆啊。你互单路讲，他拄仔伊问的问题是啥？互你记起来者。好，我安尼我小可整理者，就是几个重点啦。我即摆要个会记，因为拄则迄个问题真正是少济。毋过我感觉伊拄则有问一个较重点，就是讲大人的爱吼，即篇内底金花阿娇甲即个七娘妈，即几个人即个形成遮个关系内底，其实爱到底是啥物？好，嘿。其实哦，伊即个爱哦，因即个老母是讲，你着夺阮囝，阮囝是我的爱啊！你来嫁伊了，规工摸伊拄仔困啊！你是毋是去夺着因老母的爱？对无？讲较简单的爱是一个汤壳饼呢，讲好听的，敢若讲咱即摆人，你若甲问讲，你为什么要甲伊结婚？敢若一句话哦。因为我爱伊，我请教，爱是啥？你若搁甲问讲，你是爱伊啥？伊搁有搁讲袂出来，啥物叫做爱啊？其实呢，我你讲啊，巧的人一声就知影，啥物叫做爱，对无？敢着讲甲较明，共款啊！因老母了你食醋讲，你本来伊的囝。细汉伊某条条咧困诶，但即摆香港伊大汉娶某，伊某困迄阵，你就是夺你诶爱嘛？啥物爱？我较歹听咧。你讲直接讲啦，迄个是性啦，安尼讲较紧啦。你着用迄个性甲因囝绑条着啊，对无？即个性诶物件，你做老母诶人，即个是我后壁要讲诶，这种诶。恋母恋爸恋母恋父即款的，这是种的乱伦呢。但是
恋父恋母即款的，大家嘛有啊。为什么你来无爱甲恁老爸结婚，甲恁老母结婚？为什么？你最后嘛是去找别人啊，对不？就是后壁我讲的内底，就是这乱伦的拦栅，你要跳过去嘛。啊，大家拢有跳过啊，啊，你跳袂过的人哦，你就怪胎啦，对不？甚至后头个老母甲囝咧困的，这个是作偏激的这个地啦。当然嘛是真少嘛是有啊，咱定来看会到啊。甚搁较含的兄妹啊嘛咧困啊，对不？总是正常的人吼，是直接跨过迄个乱伦的拦栅啦吼，就是讲一个个炸起来啊。啊，你要哪跨过去？咱人啊，较青春期哦，查甫查某，我咧讲，查甫是具有一款较掠夺性的嘛，直接的，伊是敢若插条安尼，伊就是两厘目睭哦，敢若咧规工就咧找查某啦，讲较直接讲就是安尼。啊，你查某人孝路啦吼，伊当然嘛歹势讲啊，讲啊，我就是我就是爱人安怎，迄款话伊袂讲啦，但是伊嘛是不时嘛装甲安尼。裙啊穿啊短啊，啊就该钱的钱要大粒，伊嘛拢钱要大粒。伊就是啥，伊嘛是要成你啊。但是你甲讲啊，你是安那要安尼？伊讲啊，我肯定家己啊，啊，互我家己有自信啊。迄是伊讲好听的啦。啊，实际上呢，伊嘛是想要找查甫啊，对无？啊，迄个目的嘛，伊嘛是要青春期，伊要跨过迄个拦栅。伊袂去找因老爸啦，但是伊就想讲。那外口的查甫人也有一点仔生阮老爸吼，伊就感觉真好。敢若恋母嘛是共款啊，倒一个有法度像老母共款的，是无可能。敢若这个指纹啦吼，指纹安怎讲？所以你无法度去找到迄个指纹共款的啊。啊，你敢无法度找迄阵啊？就是要找啥？找讲，伊也会当有一点仔甲阮老母的性格啊，足共的迄阵哦。我讲哎，这是阮老母，我就撒落迄点，所以我爱伊啊。就是安尼啊，啊爱是要创啥？爱就是讲工课安尼啦。讲我歹听的，对无？啊是，你看即摆人哦，拢连结婚典礼嘛穿白衫咯，安尼讲啊，你们爱吗？啊，你要保证了以后要对他白头偕老。我知影啦，这是人类种族要绵延下去，这是一种的大自然的意志啦。啊，你是去大自然的种族的意志给你控制掉的，所以会抵抗这款控制经营是啥物人？就是咱宗教条咧讲的和尚啦、尼姑啦，啊，个个什物清教徒啦，伊拢感觉讲，我就是袂愿做这，其实伊是嘴讲安尼啦，你偷来暗去啊，拢遮人，啊，偷来暗去，安尼才会刺激啊。咱世间有多禁忌的物件，愈禁忌啊，愈偷来暗去这哦。迄边咯，印度啊，你什物土客兄咯，什物找什物做家伙，迄边个较刺激，咱尤其有禁忌的迄款的，什物和尚你外口尼姑你生囝的啦，迄款的，迄边你外口你甲人黑白斗的，迄个较刺激。为什么？人拢是迄个心理。歹势，我讲了伤济，袂，安尼就是我刷落来想要，就是拄则甲龙主拄则迄个问题，佮摕倒来问，就是另外一篇，就是迄个往事大家去冤魂嘿。这篇的结局甲头前这篇，你讲的结局我知影龙主的意思。嘿，对。因为往事大家去冤魂的最后有一首诗啦，迄首诗看起来就是。描写迄个景安尼啦，什物竹叶拍安尼什物叶死啊结局嘛是，毋是真普通啊？谁来安尼？是因为迄种的创伤啦，因为迄个人死去，我有现场我是甲因去收水的啊。
佫较咸的是收水哦，去救伊，我嘛拢有参加。最后尸体浮起来，我嘛拢有去斗做有着啊，去甲伊穿衫咯，要送买棺材咯，我拢变有着。就是因为迄个情景哦，迄种的，人讲，敢若是讲啥物症候群啦吼，创伤， PTSD，创伤的症候群，创伤的症候群哦，甲迄个情景哦，后来去拄着迄个共工迄个情景啊，小可共款迄阵哦，迄心肝会自然就敢若惊吓起来，就是迄个后壁迄个诗，就是描写迄个情景。就是安尼啊！啊，迄个头前，迄个啥物，迄个当段人个爱迄啊，尾溜，都无遐艰苦啦，因为迄个人就死啊，啊嘛，佮恢复正常的日子。但是往时大家去缘分的即个，迄人就死啊。问题是伊佫会继续影响到我的心情，迄种的，咱讲创伤症候群啦，吼，我嘛毋知影台语变怎讲。迄个敢若创伤哦，所以我才会去写迄首诗哦，做一个尾流的格调啦。哦，互龙主你参考啦。我安尼讲，你有满意无？哦，莫讲满意，有甲我算讲甲我点拄一寡我的疑问安尼歹势尔啦。歹势啊，歹势。迄落因为老师安尼讲吼，包括因为我看你即两篇啦，即两篇文本啦吼，互我有一种深深的感受，就是讲吼，老师咧，毋管伫俗眼，你伫俗眼咧使用，因为你像我伫内底学着凊腿拖屎尾，这我真正就是甲佫无采手。即两个俗谚，因为我其实我爱读迄落一寡咱台湾的俗谚话啦，所以讲我若看到新的俗谚吼，我拢会甲做笔记起来啦。哦，啊，佮包括即个男老师吼，你伫俗谚咧使用的，啊，佮有一寡你伫军中，尤其是原始代，我会用你像你讲的迄个真实界，迄个真实界，你就直接做自然的甲写落来。所以讲，我会去想讲，我较早咧做兵迄个情景。来去想你内底迄个主角，你家安排迄个主角，佮包括你讲迄个创伤症候群，即个伫我遮我冇想到 ，PTSD 我冇想到。啊，我是要问你讲，我其实拢会问，想要迄阵伫咧读即个老师即个文本的是讲，你伫大人所爱，慢慢啊，伊家老母死伫厝内。但是伫原始大家去伊嘛有死，啊，毋过伫尾后，你就是搁去佚佗啊。我讲，即两个安排即趣味的，你敢知影？我永远拢会摕即两篇文本吼。人讲教的人啊，即两篇就真正足厉害啊啦。哦，所以讲我拢会摕即两篇吼，包括你咧伫即个出场时，伫即个迄落七句联啊，咧安排时阵吼，我讲哦，做乌毛是落伊的啦，做乌毛是落，所以讲我会讲想要问那老师即两篇，你是毋是有特别去雕，特别去思考安尼啦。无啦。迄个单咯，是你互老师先开始好无？因为吼，足侪人拢毋捌看过老师的文章，啊，所以请老师由 PPT 先叫伊做一个介绍，好无？好，无问题。好，安尼就头前即部分，即龙主的部分，就咱先到遮。感谢龙主真精彩的提问，就是真针对一个足要紧的所在。即本册第二本，老师第二本即大人的爱，足要紧的爱的部分，提问，我感觉这真精彩。啊嘛，感谢。啊，刷落来，咱先互老师，就是因为老师嘛开足侪时间整理伊的 PPT。小概伊家己的背景，甲伊写作的一寡理路，互大家知影。好，我即马就来分享这个老师的 PPT，稍等者吼。好，安尼敢有看到？安尼有看到无？有真清楚嘿，会使继续讲。效益好，来。老师，你就看这个讲会使。这个
各位即个台湾咯海内外台湾友志啦，即个台湾界先辈啦恁大家半工来听我话山话水歹势啦若无气验就罔听啦我先自我小解我家己啦，我是台北县的瑞丰镇的人啦。我高中伫台北读成功，读同学啦。我有经过一等甲丙等的特种考试，普通行政有及格啦。我做的拢是公务员我毋是做老师所以三甲镇公所啦、家族卫生试验所啦、新埔国中啦、省立台北病院啦、水利局地质工程处、新庄高中，咱即个师大附中、新北高中。遮我拢是做人事有关系尾溜遮5、6个机关我拢做人事主任啦，所以我毋是做老师的啦我的著作呢有无影无食甲大人的爱，这两本差不多10档啦我写过的作品捌得过2007的海洋小说类的正奖，2008的海洋的散文佳作。2007的，你讲叫基金会叫赏的头奖，2008嘛头奖，97、98教育部这个闽南语小说戏剧社会组我嘛捌得过第1名、第2名啦。后来我要过去投教育部甲讲你袂使，伊讲你捌得过第1名，所以你爱让别人啦。讲安尼我知，后尾我拢袂去投下一我就会。这个因为今仔日讲的是台湾文学嘛，所以我咧想讲，我打一个话头啦。咱来先讲落一个定义讲啥物是台湾的小说。我先甲小说的定义讲，小说是一款文学的样相啦，样相用讲古的笔录和简单的代志，挥礼发hiệu，甲内底的人疏言提笔，互因的悲喜苦痛，透过有条有段的车牌表，倒照出真正的社会生活啦，来找出世间人生命的意义啦。这是我家己想的定义安尼敢会通？我想会通啦，因为想几部嘛无就较好的字毋过无论你安怎写，爱用台文来书写。你若用迄个台文就包括即个篆罗啦、汉罗拢会使。第二，你所写的这台文小说，爱去台文的期刊、杂志投稿无往退件，就是正港的台文小说。我比一个台文的期刊就讲《网报》啦，还是迄个台文剑线啦，还是海洋台语文学的啦有真济啦。上无你爱去投稿人会甲你接受，安尼才会当算讲你是台文小说。无逐个拢嘛讲我嘛写拢台文啦第二，啥物是台文小说？就是讲你袂使用华语的文图啦。啥物文图？就是应该各位你知影意思啦我比后壁这3个字啦，头前是台文啦，后壁是华语啦华语讲为什么30年后有这么大的差别？你若要用台语写讲，为什么30年后有这么大的差别？你嘛敢若会通呢？袂使，就是一定爱照头前，是安怎30档有遐大的争差啦？安尼才是台文啦。过来，两个人好像有冲突，你也要安尼念台语嘛念会通两个人好像有冲突，安尼讲有成台语无啦？所以应该是两个敢若有冲突啦。过来，阿义现在住在哪里？你袂使讲阿义现在住在哪里？这是报地语你讲的，你住在哪里你走哪里去？这是报地语啦。所以应该是阿义即马住倒位啦。
拄仔讲遐的定义是讲台湾文学的啦，我是讲最后嘛是进入今仔日的主题啦。性是啥物碗糕啦？哦，这是我家己想的哦。性就是啥？哦，假鬼假怪的统治者就是帝王啦，吼，道德家啦、宗教家、束缚上深的欲望啦。咱这统治者吼，独裁统治者上爱讲这啦。你讲的，你会感觉足羞愧哦。你看伊个做迄个贞节牌坊，互遐个酒馆的查某，什物？竟然是帝王诶！迄个讲较歹听诶，一个干龙哦。伊是带1000个某诶人，讲办一个贞节牌坊互迄个酒馆诶无乱来查某安尼。即个是假鬼假怪啊，对无？过来道德家嘛是啊。讲道德我嘛晓，咱哦袂使抢银行，吼啊袂使做歹代志，袂使做贼啊。但是这道德家，这伊毋讲哦，伊讲哦，咱袂使去啊啥物，袂使去讨客兄啦，袂使啥物，禁忌作势啦，这嘛袂用诶，迄嘛袂用诶。啊，其实遐道德家哦，迄乱舞诶人一大堆呢，对无？啊，伊讲有啥物道德？无啦，宗教家搁较济。你若看迄个基督教啦、天主教啦，因遐教会遐什物红衣主教遐都专门你讲性侵的嘛是拢遐人呢。伊个掌握权力，啊，过来，因会当接受迄个教导的迄款啥告诫哦，咱讲告诫啊，忏悔告诫宗教家，因遐拢专去比遮呢。啊，尤其有国较含的哦，伊对囡仔特别兴趣，哦，念童的拢是遮人，对，所以性是啥物碗糕，就是互遮束缚上深的欲望。我比一个吼，国较含的，遮宗教家道德家的，咱这传教士啊，去太平洋的迄个岛屿传教迄阵，因有一个名词啦，讲我都传教士的知识哦，捌听过无？哦，传教士的知识，现在伊会教遐龙我的当地原住民，会讲这是爱用迄个传教士的知识，因为伊发觉因遐人哦，10岁啊、7、8岁就咧佛啦。伊个树林内底啊，无分查甫查某，逐个拢兴娶啊，拢无禁忌啊，所以因要去传教，就讲哦你安尼袂用诶啦，你嘛较好心咧，但做一样代志，无你嘛米较远咧，也是迄个小可有一个内外嘛，小查一个嘛，对无？过来嘛，袂使用迄款的姿势，迄款的姿势袂用诶啦。我甲你讲，就是这传教士的知识，阮传教士甲你教即款姿势。甚至宗教改革迄阵啊，欧洲的宗教改革，因会当发明迄个什么赦罪券咯，讲你若要做迄款代志哦，爱去买迄个衫哦，迄个一个敢若满布地迄个满衫啊，乌2空安尼，查甫查某拢乌1空啦，你爱迄个，你爱甲耶稣祷告讲祈祷啦，讲我毋是要佚佗哦，我是要生育囝儿哦，恁才会当买领衫来穿咧，平常时恁袂使做。你若有做哦，伊就甲你规定哦，你若犯这个罪，你若来告诫哦，伊就甲你问讲，你用啥物姿势安尼？伊姿势佫有定一个表伫咧壁顶哦，迄个啥物？查某做顶悬的啦，向后壁的啦，这罚3千啦，这查甫做顶悬举骹的啦，这什么？伊就甲你定迄个性的规则哦，你若超过迄个用穿迄领衫哦，佮传教士的姿势哦，无共的，恁就是拢爱忏悔，然后爱交钱来赎罪啦。所以你讲这宗教家这拢嘛是骗人的啊！多一个宗教有正经做工课，
好小的啦，念才。这真个是喊甲，这毋是我分家规哦，你会当去查迄个，一个叫做王毅家哦，王毅家你知道？一个精神科医生伊无做，但是伊专门咧写迄个什么野鹅出版社伊出的作者迄款精神分析的册内底，伫那嘛讲，古早迄款宗教啊，迄骗人的一大堆啦，哦。哦，这性是啥物碗糕？我讲者伤济个。第二，性是啥物碗糕？为晓得的人哦，袂明讲啦。不过呢，私下的也拢无进去啊，就是咱即款普通的人。啥物叫做为晓得？你知无？唔知，知吼。请先咧解说。这日点你去查就有啊。为晓得就是害羞啦，也见笑。这三字哦，台中的人。我头一遍听到是台中彰化的人咧讲的，啊，伊另外佫一个哦，为晓得，毋是为晓得，我一个伊两句拢共款意思啦。为晓得的人哦，伊毋敢讲啦，伊不爱讲啦，因为即摆人拢甲即个物件当做一种的禁忌啦，哎嘛无啥爱明讲，毋过查甫人啊做阵哦。拢无禁忌呢，啥物碗糕嘛讲，反颠倒哦，粗鲁人哦，做炭空的啦，做工啊啦，吼，毋是讲咱歧视伊呢，是伊咧做迄个场所遐个人哦，伊讲话开口就是安尼啦，指甲烂哦，伊拢较敢讲啊。毋过讲是反讲哦，我嘛是啦，讳莫如深啦。嘛是敢若把这嘛是当做一种的禁忌。本来性这个物件哦，你听人家问哦，你讲哪有迄个代志？其实拢懵讲啊，你也莫相信迄啦。哦，迄种大家拢无要承认，啥物人要承认迄？对无？敢若扬威早泄伊要讲，伊毋讲啊。毋过有当时你会当听着讲，伊某拢甲警惕讲，啊，你爬起你无3秒钟就煞伊啊，对无？但是伊本人你要甲讲，伊讲哪有迄个代志？我拢嘛舞偌久，讲颠倒啦吼。所以性是啥物碗糕，就是像安尼啦，歹势讲啦，啊，逐工咧做啦。人讲哦，人培风就是安尼。第三，性是啥物碗糕？是所有文学、小说、戏剧、诗歌、音乐、电影的主题啦。你就看会到啊，咱的电视剧啊。较早阮老爸捌甲我讲过，我歌戏拢嘛播安尼带某戏，确实是安尼，对无？规工就想讲啊，搁紧甲带做某安尼，啊带做某要创啥？歹势讲啦。啊文学咧，共款啦。文学你若无讲到即个男女之爱哦，就有即点仔离谱。你看罗密欧与朱丽叶，啊再。啊，创安尼诗情画意啊，伊唱歌我弹琴，迄拢是一个哦，声高人读啦。啊，其实伊目的啥？敢若一项目的安尼嘛。小说嘛是共款啊，对无？剩诶拢是配合啊，尔迄细节啊，嘛是去讲遐物件。戏剧嘛，咁你看咱诶电视剧就好啊。什物偶像剧，啥物像？嘛是拢你啊食醋啦，啊无就是献脆皮啦，啊无就是啥物你大人诶，大人诶爱，你都大人诶爱，什么讨客兄啦，什么乱舞一场诶啦。啊，诗歌呢，共款，你会去看迄个播歌哦，迄个林金城，你知啊？我知，播歌做5、6本诶迄个播歌，你注意甲看哦。迄较古早迄个诗经吼，内底你讲诶遐国风啦，什么吼，要么拢嘛是你讲遐物件。讲迄挑逗啦，还是讲迄个人啦，也是安尼含沙射影的，敢若暗中你甲伊暗示啦，吼，或者我甲伊点堵啦，吼，点堵都是我伊讲的吼，点堵啊，吼，拢是这物件。电影音乐嘛是共款啦，所以讲性是啥物话个，都是这物件啦。第四，性是啥？是对少年
到老拢比袂煞的工课啦。你毋通看迄老懵老呢，查甫也无遐明显哦，查某老了，咱讲哦有老查某，无老查甫啦，啥意思？老啊，过会四界安尼，毋是，查某啊较年岁，就是讲有经年期啊过去了后，差不多伊是较无啥型啦。啊，查甫就无共哦，查甫就无了经年期无遐明显啦。你看话80岁啊，伊嘛是有迄个欲望呢，嘛是久久啊，伊嘛是要做一遍。啊，咧程度咧是下骹写的，二更更，三暝暝，四算钱，五烧香，六拜年啊。啊，二更更，20岁迄阵哦，一更才才2点钟啊，尔，伊只要2点钟伊就过来啊，欲望就来。嘿， 30呢，暝暝，逐下暝拢有法度。啊，4咧算钱，就是咱华语讲一五一十，就是5算钱意思是5个一数嘛，所以是5天一遍的意思啦。是算钱，啊，5烧香就是讲你啊这是40岁迄阵哦，算钱啦吼。是啊，5烧香咧，45所以烧香，哦，所以一个月用2遍拜拜，啊，6个拜年啦，拜年是偶尔为之的。一当然，这个较含糊啦，你无你讲敢会使1年一遍？60岁的人做烧着，人做这是，较这是古早啦。现在所以社会嘛，食较应用啦，嘿啦嘿啦，所以对少年比较老的袂善的工课，这是成嘛，对无？啊，你免那暗看，这莫讲是毋是真的啦？问恁家己就好啊嘛，对无？恁莫讲查某，人同此心啊，心同此理。查某只是比较被动，查甫呢只是比较较主动，它具有那种掠夺性的。查甫本来就掠夺性的，对不？读对学拢查甫啊，会去遐学爸母的嘛查甫啊，啊查某当然嘛是有啦，迄个啊要比较起来吼，是查甫较有迄个侵略性。啊，这性是啥物碗糕？性是啥？就是一种的字啊，尔，咱讲钓鱼的字啊，啊，这个字是啥色的？你知？啥色？就是种族啦，就是人类无论各种动物的种族，伊所为着要甲种团落，甲基因团落，伊就会设计出来，敢若这种的遗传哦，伊自然的迄个设计就是安尼，互你甲一个年纪，敢若像咱迄落甘咩噻，水果色啊，迄就是好食啊，安尼，伊会达到迄个香味，迄香味，甲你声高人糖啊，对无？迄是植物啊，动物嘛是共款啊，对无？你甲青春期迄阵，你自然会发出迄个什么？人讲荷尔蒙咧，费洛蒙。荷尔蒙，嘿，迄个我看过一本册你写，伊讲迄大猩猩哦，伊啊你发情迄阵哦，伊伫后壁遐个即种的费洛蒙哦，家己自然的味会走出来。啊，公的啊，闻到迄个味哦，规身躯会加润顺咯，伊就冲去啊吼，迄搁较咸的就是啥哩啦？伊用伊的镜头啊，甲拄入去，搁揪出来吼，我到鼻孔都鼻啊，然后呢，哦，迄款的很销魂的样子啊，失魂落魄啊，我加润顺啊呢，鼻完咯，马上就甲徛起。迄就是迄个物件你作怪啦，啊，这物件呢，迄敢生伊家己设的，毋是嘛？迄就是因的种族自然形成的一种工课嘛，对吧？啊，你若无安尼，我断正去啊。所以年糕回想话，迄是违背自然的啦。讲啊，咱呢，迄款的哦，拢敢若迄种的罪恶啦，迄什物？你看人日本的和尚哦，某囝拢伫庙内底呢，人伊有罪恶嘛？伊的文明比你较悬啦，对无？所以宗教哦，罔骗啊你啦。啊，人日本的宗教当然伊的教派无共啦吼，听讲啦。人日本就做小圣啊，咱的佛教哦，讲做大圣，到底大圣小圣是啥物稀罕？
我一个讲会使娶某，一个讲袂使娶某，啊，一个讲啊，某囝会当带做，啊，一个讲啊，咱大家拢念经，拄啊念安尼，啊念啥啊？念就会解决你的问题吗？无可能啊！我咧讲，回想你到年糕一大堆，歹势讲安尼啊，对无？啊，敢有影遐清？好笑的啦，罔听啦吼。啊，这个好，是啊，无要紧，好我头头前迄篇小可讲较济，哦，嘿真济通啊讲诶。真济大家讲吼，这个性格意志啦。所以他拄仔讲，这个性吼是啥物碗个？你是去哦，这个规个种族的意志甲你操纵，因为种族的意志就是啥？干那一项安尼啊，就是要叫你甲种糖落去。啊，要哪糖？就是创一个字互你食，啊，这个字呢，伊是自然甲一个年纪，敢若青春期啊到位。讲较歹听咧，查甫会笑，查某会晓嘛，对无？啊，自然呢，一拍即合啊，对无？啊，毋是地主作业啦，是天地所设的嘛。咱就了安尼讲啊，对毋对？啊，是毋是天地所设？是，迄是讲较好听啦。啊，若讲直接讲就是种族集体意志啦，要甲种团落去。毋若是人尔啦，你看所有的动物咯，你拍种了后，拢是一颗戆戆的架势，敢若炮弹的模样啦，半体倒伫涂骹啦，有淡薄仔歹势，佫无头神。秘书啊，做毋着代志，互人掠棍啊，喊头壳安尼，拢头晕目啊。迄款哦，失神，强要死严的心情，定着是造心不准。共款拍手枪了后的懊恼反悔，嘛是即款死人样啦。拍手枪是你家己一个人安尼啊。啊，若讲他拄仔遐种族遐是有公有母吼，嘛是共款啊。倒喺涂骹，一箍敢若瘾头安尼。啊，即种嘅感觉吼，我是直接甲写出来，相信大家拢有迄个感觉。当然有个人讲啊，我真强，用必败咧哈，也毋知咧。即个意志吼，种族嘅意志，是对即个所有种族动物的总体安尼画起来啦。哦，敢若讲啊，创一个字互恁食，逐个来敢若交配安尼。有人伊会想起来讲，安尼真粗鲁。啊，毋是啊，这是事实啦。吼，你一定要讲优秀有啊，就是因为人哦，有即个文明了，就加规加怪，穿水衫啦，啊，剃甲一身躯啊，西装吊落安尼，敢若圣人安尼啦，吼。啊，讲话呢，哇，足文雅，啊，逐个呢，啊，举行一个宴会安尼，啊，跳舞啦安尼，啊，招来招去，安尼富有诗意嘛，吼。诗情画意，然后呢，充满这个幻想啊，查某啊，充满幻想是查某充满幻想，查甫嘛是充满掠夺性啦，伊嘛是要去掠夺你啊。啊，你有诗意甲这个幻想哦，通过这个仪式的爱啦。为什么要通过这个仪式？因为你才袂尴尬啦。啊，有人讲啊，你看咱的新娘是爱穿白衫，哇，大家安尼，一个各有人来做证人，啊，老爸老母的证婚，连老爸老母嘛赞成阮两个困做伙嘛，吼，迄歹势讲啦。哦，啊，亲情朋友，大家嘛来祝福。你要娶我嫁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对不？送你去送啊，对不？啊你，但是呢，你若通过这个仪式迄阵哦，无论双方老爸老母、亲情朋友，伊会感觉啥？伊袂焦虑了。讲哇，你看，大家拢甲祝福啊，哦，啊，过来你看我穿这白衫，哦，充满我爱伊嘛，对吧？啊，我有迄个挂手指，哇，来证明你看，伊爱我啊，我爱啥？歹势讲安尼。所以哦，啊，这个仪式的这个爱哦，是咱人有文明了后，才甲将这个意志哦，变成一个仪式啊。通过这个仪式，第一，较袂互男女拢会焦虑。所以
一句话哦，心理学真有名的。仪式有啥物作用？就是解除当事人的焦虑，解除当事人的焦虑。我安尼讲，你可能会听无。啊，讲结婚的仪式安尼来讲，就是啥？解除男女恁两个要结婚的焦虑啊。因为你结婚你会感觉歹势哩啊，但是你若安尼弄到安尼冠冕堂皇哦，啊，逐个五彩的灯火安尼试吼，你会感觉啊，阮有逐个拢甲我祝福，都袂去讨论讲哦，阮是要做啥物代志。好，这是结婚啦。好，我搁举一个吼，仪式的作用，我比一个学校长，机关的董事长，伊对仪式嘛作用的哦。你看学校长哦。伊若无起来走火哦，徛在顶悬哦，那马东马西，那个什么队伍啊，乱七八糟安尼，吼！啊，你若爱整洁哦，那教室拢有太过我干要死，伊都骂骂咧哦。学生囡仔讲身教组长去检查，通通哦不行的，甲因什么叫因去出操啊，什么种，甲因处罚啦。啊，为什么学校长要安尼做？简单啦，伊若无安尼做哦，他会焦虑。为什么你若无安尼一个场所，伊徛悬悬哦，都要甲你教死哦？伊会感觉讲啊，我学校长甲路人甲有啥物无共？你若无教死权就无啊。公司的董事长、主管嘛是共款啊。我细细念啊，你做这啥物计划啦？你莫笑破人的裤底啊，对毋对？你写甲这啥物碗糕？对无？公务机关嘛共款，迄科长嘛是啊，卡袂着就要骂东骂西啊，对无？啥物主任嘛是共，我做人事主任，我嘛会共念啊，对无？要典威风啊，就是在有即个仪式，你才知影讲哦，解除当事人的焦虑。啊，你若拢无即个仪式迄阵哦，啊，你主任是叫人干啊，你是啥物碗糕，对无？你甲路边的人有啥物无共？所以仪式哦，就有即个作用。哦，歹势啊，愈讲愈冤去哦。第二哦，咱的因为即个种族的即个意识哦，真低啦。会甲人哦，对即款性的物件哦，比较啥？比较讲，啊要做这样工课哦，就爱吼，会去受到干扰的物件哦，你就做袂落。比一个咧，伤差的环境啦，囡仔伤济都咧高高低的啦，是迄个无安全感的，你会感觉讲，敢若有人要甲咱偷听啊噻？你若有迄个感觉迄阵，莫讲查甫啦，查某，我都做袂落呢，对无？啊个环境卫生也伤歹，你嘛做袂落。毋过动物都无啊，你看遐狗啊，卫生更较歹，徛着就你扑来，对无？伊甲边仔有人讲啊来做一样代志，放一个音乐来听吼，安尼才有迄个啥气氛啊。迄是人哦，已经哦好霸伤用，变甲讲。都爱有边仔遐物件，哦，啊，都爱安尼，今仔日心情阁爽，啊，无烧嘛，翁仔某无烧嘛，你才做会落呢。今仔日咧，你某啊，甲你张哦，某嘛，甲你做袂落，你翁嘛袂见啦，对无？所以自然的产生啥？所谓的假有霸甲假无霸，这个逻辑造出来。啊，上面有这假有霸、假无霸，好几样。会知影啦。哦，啊，这是一篇迄个，这我写的，应该你有看过啦吼。啊，我念伊总共有2页啦吼。正侪当前啦，文雄捌听诗中兼换帖的吴语讲过啦，讲啥？假有百甲假半百是差一对的代志。吴语讲，2个人力头真拼，闪甲将要断开，好心动肝骨。一头一面黏贴贴啊，亲像得做大水，这就是正港的脚霸。啊，这个换我来读好啊。好，这甲种番薯、臭茶嘛，拢会变干、喘袂离，敢毋是共款？我来换我哈，好，同款，敢无共师傅咧？武艺是个接话，
平平是寒啦，淡入来喙内，青甜青甜，骨流啊有芳开，出大力甲鼻啊，随互人加润顺，神魂对者，对哦者，嘿，淡入来喙内，青甜青甜，骨流啊有芳开，出大力甲鼻，随互人加润顺，神魂起笑变晓，想要骨来一届。颠倒毋是做事迄款臭烧咸鱼啊，味会寒酸会秘密，有饱无饱，就是差伫食啦。讲是安尼讲啦，文祥毋信有即落代志的，一耳入一耳出，有听敢若无听着。了袂到3冬后啦，即种芳骨青甜的寒翔，伫文祥头盖得着玉下啦，带去屏东一间客栈住暝的时阵，正经生目睭，毋捌看过目眩的代志，互母语讲甲对同对同，无张无弛，淡入来字内，嵌去鼻孔底的迄种芳开才一秒尔，比起对着彩光，搁较青影欢喜。两个人莫有够寒啊，痛甲目屎强要连落来。上袂堪的是文祥甲春菊，这是因某啦吼。文祥甲春菊做20冬的翁某，讲较歹听咧，连死19冬啦，亲像得补菜脯米、高丽菜干安尼，无味无素。啥物寒节嘛毋捌出过，较加文祥嘛。规日袂输食无饱的枵塞迄一样，无心无神，阁讲袂出什物因端所致，才是害啊！即暗困袂落眠的文祥，头壳内心神，连咪坐转去早前，连咪阁挖转来倒伫身躯边的春菊，随阁想着后过的玉下，一幕过一幕的人影，一程过一程的山峦。愈去愈远啊，愈来愈暗，目睭皮涩甲强要看起来。这个我头拄仔念这吼，这个文章哦，毋知各位听捌我讲的代志无？哦，啊，我想哦，已经写甲足白啊啦，你若阁看无哦，我也无法度啦。哦，第时哦，我来做大概做一个。结尾啦吼，即无论哦，查甫查某啦，无论你是恋父恋母啦，哦，我头拄仔讲过，你要勇敢啊，下过乱伦的难栅。即个明啥是乱伦哦，你是无可能去做，正常的人你袂去做，你会去找啥？你会去外口找啥？找甲恁老爸老母。有一点仔共款的迄个个性，还是讲迄个行为哦？你讲啊，这作成阮老母，这我有改，就是安尼啦。啊，无法度讲像，因为你要去找一个指纹，两个拢共款的是无可能啦。所以，才真勇敢下过的意思。你若下袂过哦，那就乱来乱舞一条。好，第二。这是《左传》相公24年哦，你有这段吼。我这是华语啦，所以我国不中嘛，就爱念华语。太上有立德了，其次有立功啊，其次有立言了，虽久不会，此谓之不朽。所以咱的历史点啊，咱讲啊，三不朽诶，这是销话呢。意思讲啊，三不朽，咱是立功、立德、立言啦。啊，什么叫做立功、立德？是讲像咱。老子啦、孔子哦，道德家讲一寡啊道理啊呢，哦，即款呢传落去传几千年，这有立德啦。啊，立功呢，来像迄个什么李在汉武帝的是霍去病哦，什么远征什么哦，立下很真大功劳，迄款的人哦，为国家立功劳，迄款来讲立功啦。过来呢，
立言就是讲啊，写册就讲哦，司马迁写这个《史记》，就是讲你若要永远留伫这个世间，就是这三项啦。不过我感觉伊这是消话啦。上重要是啥？爱甲基因传落去，传落去的这个本质。我为什么安尼讲？你看足济人哦，迄个高人，有的人咱莫讲高人啦，迄足济迄个有学问的哦，定啦，什么50、60岁啊，讲伊就未生啊，是讲我就无生囝，还是讲迄个影妻嘛是水到咸要死，干那，那是乱舞一场的款，伊嘛无囝，你就是无法度甲这个这么水的迄个基因哦，就是讲种啦，传落去啦。这就是这种的无彩啦，所以趁你少年，哦，你爱用恁家己的好的基因嘛，爱传落去，才袂对不起恁的老爸老母啦。有人讲啊，我都无事业无成啊，我也无厝啦，无车啊，所以我无爱娶某，无爱嫁人，那毋对啦。你有厝，感觉你吼有厝有有车哦。所以我有一个事业基础，我咧讲老啊啦，未生，即摆人足侪即款情形呢，对无？啊，你著安尼，你著违背即个父母留互你哦。你即做讲你真敖啦，你基因就传袂，你无法度甲种传落去嘛，那是足无彩啊。啊，你也讲认为讲你家己的种遐好，爱传落去啊。啊，颠倒迄落，你看报纸你写迄落啥物？什么轻度智障诶？迄位老爸，为一摆生一个生过两个三个，等到伊生一大坨啦。啊，拢啥？若生迄哦，政府拢有补助啊，一个啊，什么4、5千啊，4、5个就几啊万。啊，拢啊，伊看咧生迄哦，迄个政府咧甲伊社会迄个，咱即个社会单位啊，拢会去甲伊看啦，甲伊什么补助啦呢？啊，等到伊生囝咧趁穷啊，佫趁钱呢。即种诶。唔知影啦，唔知读到毋捌咧想啥啦，所以讲哦，爱甲你本身的种爱传落去。人定想讲啊，我著爱等我安怎。你看迄关之琳哟，关之琳啊，迄嘛是当年伊少年咯，甲人拄啊花，迄是咱无咱的代志。毋过上无你无甲种传落去啊，到尾嘛死去啊，对无？无翁无囝，足侪人拢安尼呢。啊，为什么呢？尤其迄个水查甫、水查某，定有即个情形啦，迄和平的，对无？过来，因为即个，讲无你讲啊，遐早娶某，遐早嫁人，搞有啥物好？我咧讲啊，婚姻即款的物件，迄是咧跋筊啦。你如果看年，你讲哇，迄真好真好，我咧讲，要离言足紧的，难免就甩去啊。啊，你送家保证，对无？啊，假是跋筊吼。17、8岁就好来播啊，对毋对？啊，要嫁落来嫁啊！阮老爸拢定讲一句话：查某做你娶，哦，大不了是家查某做你去拍啦。你若要去拍查某，我老爸甲你出钱啊！啊，大不了呢，大不了甲伊娶做某嘛。有心就甲伊娶做某，你惊啥？对无？即款的态度才对，就是好歹吼，就爱死期定啊定落去，才会知啦。你敢知影讲你即句娶讲哇，一定后摆就幸福快乐？迄是无法度啦，嘛保险公司嘛无你甲伊保险即款的，对无？娶入门哦，修行在个人啦，是无？足侪人迄个貌合神离的，看讲哎哟，这个敢若鸳鸯呢，其实呢，同床异梦的一大堆啊。有人毋则是，我都袂晓讲啦。伊若无崇拜你哦，你安尼讲落，你敢若有人讲啊，我娶到一个大学教授的查某女教授，你就幸福。我咧讲，娶愈悬的愈袂幸福。查某册读悬咯，我咧讲无通互你指挥啦。你讲逐项嘛要甲你辩，你辩久你就洋话啊你。莫讲教授啦，白白啊老师就好啦。我啦老师，你也老师，你也无比我较敖啊。你要讲啥，我拢有意见啦，对无？安尼要做啥？眠床底要困嘛，真艰苦呢。因为性的这款的物件，本来是一种真粗鲁的。伊若无对你服服帖帖哦，还是讲哦对你真崇拜哦，
你做起来足艰苦。我比一个讲较含的，一个大学的查某的教授啦。你今仔要去压伊的骹哦，哎呦，别闹了啦，赶快办一办就好了啦。要不，伊有罪恶感你啊，啊，他的罪恶感来自于什么？罪恶感，对啦，弗洛伊德你讲，来自于念父的念母，因为伊老爸太神圣了，伊对老爸的崇拜，影响到伊最后对配偶哦，伊就感觉讲，还拢，伊就无阮老爸遐敖啊。哦，迄个抗战，嘿啦，啊你，我他的毕业的女教授讲，哦，遐敖诶，你要甲压伊的骹，对不起，别闹了，我不喜欢这个动作。他喜欢什么动作？其实这成的物件本来就足粗鲁的啊，具有那种掠夺性的物件。你个听完结果做斯文的，我跟你讲，你做斯文，你就做无头路啦。哦，歹势啊，我吼当时也讲了较直接啦，啊，唔知大家会当接受无？哦，大概安尼一点钟也未。哦，会使。啊，先呢，你敢有搁要补充的无？无啦，我今日讲伤济啊，恁要互恁 Q&A 就煞无去啊，你啊，哦，我紧啊，大家来探讨别项嘛，无啥要紧啊，好不当嘛会当嘛，吼。好好好。好，安尼先感谢先呢，就是其实我伫边仔安尼听你讲哦，我感受到你的迄个讲话内底迄个力头啦，迄个小气，小气安尼啊，歹势啊，庆烟庆会安尼。好，好，感谢先呢，就是甲咱分享，就是自你的即个背景啊，甲你写作内底举一寡例吼，讲互咱听，互咱做一个见本啊，互咱你小可会当读你的文章。啊，我想讲，就是咱的遮的来参加论坛的朋友，应该是有一寡有捌读过先的作品，吼啊，毋知讲，我先甲即个分享看起来。哦，毋知讲咱遮优质论坛优质，敢有想要甲先的来互动，还是讲有提问的？吼，即摆会当提问啊，麻烦这个秀满子啊，会当倒看者，敢有人举手？吼啊，拄则其实我家己，因为我是主持人，我有特权，会当先问一两个问题啦，吼，就是我拄则伫边啊，安尼听你讲啊，吼，我对即个你拄则结尾讲这第一项讲勇敢下过即个乱伦的哪吒嘿，就是我对这个字的小可有兴趣，就是讲咱为细汉时头一个看到的查甫都是阮老爸老母嘛，吼，啊要安怎就是为迄个过程，就是讲甲即个感情，还是讲对甲即个欲望。去外口找人啊，甚至是讲甲欲望提升做所谓的爱，这个过程，毋知先的你有啥物看法？哦，这吼其实真简单啦。你做老爸老母的人哦，你来囡仔甲小可青春期你捌代志迄阵哦，你著爱鼓励伊去外口交查甫，足济爸母哦，拢定来讲啊，你读高中你袂使交男朋友，袂使交女朋友。读大有的人更较含的，连读大学伊嘛讲啊，你袂使黑白交男女朋友。你是要啥？你这安尼就毋对啊！交男女朋友，迄咱的社会就敢两种人啊，查甫爱交查某啊，啊你叫伊讲啊，你拢莫交迄，啊无剩一种人啊，对无？迄啲就毋对啊啦！啊你去互伊交迄阵哦，开放去外口交，就是莫甲老爸老母拄啊乱伦，当然毋是讲乱伦啦，就是讲心理上的乱伦哦，先甲踢掉的嘛。你鼓励伊去迄阵，囡仔会受到鼓励嘛？讲哦。阮老爸嘛赞成我安尼做，我讲实在呢，较早阮老爸我伫台北读成功中学迄阵，阮老爸嘛讲啊，你若我规是住喺外口，伊讲啊，你若捌查某，甲歹啦要紧，对无？上加是，甲伊带做某啊，这也无啥物为难啊，是，对无？啊，读大学迄阵，阮爸嘛安尼甲我讲啊，哦，但是你家己着考虑着自温馨的咱的条件，嘿啦，嘛袂去黑爸母。这个开放，互你安尼做迄阵，你煞毋敢啦。
所以选择伤济是嘿啦嘿都会啦，惊，你咱人拢是安尼，老爸老母甲你限制迄阵哦，有种诶就想要反反，抗嘿，反抗就要反，嘿嘿，了解。好我看者，即马敢啊，有一个七里香是毋是有问题要问？哦，好，咱请这七里芳，敢是啊？七里香，七里香，好，请拍开你的麦克。七里香，敢抑搁伫咧？啊，若无，咱是毋是要请陈雷先生，还是地龙讲因先发言？好啊，好啊，好好，好啊，咱呢，陈瑞生呢，甲梁光兄，恁敢有还是咱先请陈瑞生呢？好，我先来开一个头吼。好，请。请，啊，多谢吼，要买多谢多谢这个拿先生吼，拿甲龙主吼两位，毋是龙珠啦，哎呀，甲龙主两位啦吼，来讲这话啊，足心实啦吼。啊，我相信足侪听众吼，听恁的台语吼，拢感觉讲，哦，实在是台语的老师无毋对啦吼。啊，咱过来吼，第一项吼，来讲即个，倒转来讲咱即个文学即个问题啦，吼。啊，我足同意吼，即个拿先生吼是讲即个文学是啥呢？文学吼，就是事实吼，咱作者看到的事实吼，啊，加即个个人的感情吼，伊意思大概就是讲作者的感情落去啦吼，啊，甲写出来，就变做文学吼。这基本上我感觉足同意啦。我相信即个文学的根本是事实就是安尼啦吼。啊，你若要甲讲互较详细咧吼，即个会使佮讲较详细，就是讲文学就是啥呢？作者用伊家己的主观，吼，啊，甲伊所看到的事实，吼，啊，甲伊所了解的迄个人的感情，甲写出来，吼，基本上是相像啦，但是是作者的主观，甲这物件写出来，啊，就变做互人来读来了解，吼，啊。这就变做文学，所以文学上基本上就是咧讲，咧写即个社会、即个族群、即群人的感情啦，因的生活啦，吼，写实的啦，是咧写实的，吼，这是我一点的看法，吼。啊，第二点，咱倒转来今仔日做精彩即个性的问题，吼，吼，我足同意即个拿先生讲的啦，吼，即个性的问题，吼，就是几百万年以来，吼，即个自然演化（evolution），吼，互咱人即个种族的压力，甲咱变做即款的动物，吼，才有法度，咱人即个动物一直会当生拖到今仔日，吼，这拢是演化的看袂到的即个压力啦，吼，就是讲，咱是对咱人的即个基因，吼 DNA 来做代志，听伊的话就对了，吼，这是基本的原则，我足赞成，足重要的原则，吼。但是另外一方面，吼，咱人变做
足复杂的，即个有头脑会晓想的动物，而且吼，佮变做真复杂，吼，真团体性的社会动物，吼啊，所以咱人伫即个两个无共的压力的中间呢，第一个压力就是讲爱团结，吼啊，但是即个团结吼，若无受到控制吼，即个人甲人中间的关系会乱去，会冲突，吼，不时会相拍，会战争，因为大家查甫人若想着要胜，啊，就要去做，安尼即个社会，吼，尤其是咱人发展到农业社会以后，吼，需要人甲人即个限制，吼。袂当讲你即个个人爱啥物爱创啥物，就随创啥物货，无法度通安尼，因为即个若是安尼，即个社会袂安定，吼，会破坏即个社会，啊，过来就会破坏即个种族，吼，的传承，吼，这是种族的基本的目的。所以，即个人，即个种族，都爱伫即个性的动力，吼，的中间找到即个减少即个动力的力量，吼。所以，因为即个关系，会产生即个咱所讲的关于性的方面的道德，吼，性的方面的法律的规则，讲你啥物时阵袂使做，啥物时阵你袂使住街仔路有性，吼，啊袂使抢别人的某，吼，种种啊，遐个法律。啊，搁一个就是即个性的艺术，吼，即个艺术包括文学啦，吼，就是即个性的即个动力的另外一个透开的所在，吼，所以因为有即个两项力量的牵制，吼，即个增强的即个动物的即个力量，即个性的力量得到即个平衡，袂去走蛇去，也袂讲怎熄火去，所以就因为即个关系有种种的物件出来，啊，今仔日拿先生讲足济，互咱看到，啊，我想是用即个两方面的概念，来甲了解即个问题，可能至少有帮助啦，好，多谢。好，感谢陈瑞生的拿生的你敢有想要回应的？我看你拄则有写。这个陈瑞生的哦，你讲的哦，足对的啦。就讲哦，当然这性的物件哦，啊，照我的讲法哦，哎，就乱七八糟啊咧，对不对？大家拢乌白母啊。当然，现代社会哦，生成有政府有法律嘛，有一个规范嘛。敢若讲，你看伊规范，咱这个古早时代嘛安尼啦，婚姻的制度是足重要的，对无？啥物人会当甲你结婚啦？还是讲恁的迄个权利义务是啥？哦，生个囡仔，对无？爱受到啥物限制啊？啥吼？所以这是法律伫定的啦。当然，伊定法律嘛是要甲伊，互大家该照这个方法去计出啦。是讲恁要安怎母吼，总是爱有一个合法的这个方法啦。袂使讲，你也毋是皇帝啊！讲我愿意别人的某我嘛会使甲抢啦，迄是皇帝啊，对无？啊，一般人呢，一般人你就爱照遵守这个法律的规定啦，吼。你讲了，陈律师你讲了是足对的啊，吼。第二，拄啊讲到这个咱这个性的物件吼，
所有最后通过一个升华啦，吼，变做一个文学的境界啦，哦，会当这个性哦，无敢若透有一个文雅的气氛啦，哦，啊，则袂安尼看起来足粗鲁的，共款啊，咱的结婚的仪式嘛是拢咧摆甲安尼，哦，创个音乐啊，逐个来奏乐啊，逐个杯啊起来敬酒啊，吼，看起来都幸福快乐啊，这嘛是一种的，是咱人才有这个文明啦，因为为着要互这个人哦，咱这个啥物叫做文明，就是甲动物无共，就是人有文明嘛。啊，这什么文明？结婚啊，啥吼？包括穿衫嘛是共款啊，迄嘛是一种的文明啊。袂看起来讲遐粗鲁，咱人也无穿衫袂看，你知？所以，这个陈伟先咧讲安尼哦，是非常的对啦，吼。啊，先拜甲恁指导吼，真多谢，真多谢，嘿，感谢。多谢你的回答。多谢。安尼我即摆看到有一个C 李，啊，毋过我想讲先请即个梁光兄还是赞成老师，恁敢有想要甲拿先就是回应，还是讲提问，还是已经分享？开麦久啊，哦我想你互伊先问好无？死行你。行，好好好 ，OK， 安尼咱先请 C 李。较早，我生搞早，我是想讲对即个较基础的观点，我有小可想一寡代志吼。好好，咱地球是4.5 billion years old 吼，啊有生命是一两个 billion years old 吼。哦，啊，开始的生命是单细胞动物。单细胞，这个单细胞的动物，伊若一本嘛呢啦，一本动物拢共款单细胞，伊若一粒分做两粒，啊，就传宗接代，传宗接代已经完成啊。但是呢，你共款细胞在伊好的环境会发芽真厉害，啊，若环境变歹，有可能做伙灭亡。所以各国都爱讲，这个基因在改变。改变呢，有可能改变去好的，有可能改变去歹的。但是不管咱怎，你若环境忽然间变作歹的时，你总是有几粒的活的，啊，这活的才通传落去。所以开始就是讲，你一粒细胞分做两粒，迄阵就有要真大的力，迄个冲力要做伙，这就是性吼。互相你若无有做伙，就无即个种。所以主要吼是即个性是传宗接代吼，即个基因啊要适应即个突变。但是呢，真大的冲突就是讲，要个体要传落去，还是即个群体要传落去，这是历史文化的真大的冲突吼。就是讲你政府啦、什么皇帝啦，啊个人的反叛吼，这是真要紧的，参即个性有哪真有关系。主要是国体传落去，还是群体传落去，这个冲突是足大的因素，伊 driving force 吼。啊，第三就是讲，顺从、啊，甲迄个混杂，这个互相的关系的 balance。你若环境好的时，顺从才会愈高，吼上高的。啊，若环境变化的时，杂种的、才有较有迄个机会适应新的环境。总么100人拢死了，有可能剩几千个活咧，哦，所以这个讲，顺从还是个人的成功。比起这个群体要成功，不是都要合这个种族，都要杂交吼。啊，咱头拄仔讲，迄囡仔，爸母鼓励囡仔出去，这个就是讲，迄个 inbreeding 的问题吼。你看鸡仔囝，阮细汉拢有饲鸡仔囝，迄鸡仔囝拄则大只，家母就甲毒甲赶出去。哦，这嘛是讲这个
纯种甲混合，即个好歹，在即个地球要适应的即个 balance， 有当时安尼较好，有当时安尼较好。哦，所以根本上即个将囡仔叫因去外口，这是为着即个基因的混合，哦，这是我感觉是上根本的生物生存的一个因素啦。安尼，毋知有影无？哦，先呢看哦你有回应的。即啊，拄仔你讲哦，迄个顺境甲杂境哦，即有当时啊哦，毋是咱会当控制的哦。啊，其实我感觉哦，你看杂境啊哦，拢较有法度生存伫即个社会啦。正个顺境哦，无介好啦。你看美国人哦，谁来拢高墙大汉啊，逐个拢看起来敢若乌鬼鬼哦，毋过伊就是比你较厉害啊，对无？啊，即种顺境呢，我感觉无啥哦。你看台湾人的基因内底哦，上无嘛，什么南一寡荷兰啦，什么西班牙啦，还是日本人啦，原住民啦，足济啦。啊，敢有较差？我想无啦。啊，这嘛是咱无法度去控制啦。哦，你看日本的风俗哦，上纯啦，因都袂使带，对无？你看因的风俗拢一寡白痴流啊。歹势哦，有当批评了伤含啦吼。日本的风俗，你看日本天皇啊，因就规定讲啊，袂使带什么外，迄个因的风俗内底的人啦，迄个基因伤活嘛，对无？所以后来伊当然有带迄个，才有带一寡遐，毋是因风俗的人啦，这嘛是种的改进啦，哦。啊，佫一个吼。啊，拄啊，这位先生，你讲这细胞的分裂，我感觉伊是因为伊着共种的物件，你安尼分裂嘛是本身，伊毋是像咱讲去外口找有公有母哦，有雌雄迄阵哦，咱这个物种要进化迄阵，当你有雌雄有公有母迄阵哦，比较有可能产生迄个变异啦。你来拢共款的迄个单细胞分裂，你一股变做两股，两股变做四股，迄都共款啊，对无？但是你啊，查甫迄个公的母的吼，都无共哦，对无？敢若你公的你是男生，你会使找美国人啊，对无？迄基因就差足济啊呢。当然嘛无一定啦，你着至少去找迄个台东的，对无？迄个基因就差真远，所以当然哦，这真歹讲啦。啊，若看有介意哦，嘛无法度啦。有人讲我就介意啊，对无？你摆骹我嘛介意啊，哦，爱交地啊，较惨死啦。歹势哦，歹势哦，多谢啊。即个爱着较惨死吼，啊，这自古早开始有生命生物以来，这个混合基因的混合是真大的创立。对啦，今仔日嘛安尼，甲今仔小的嘛拢要个安尼啦。是，好，多谢。多谢 C 李的这个提问加分享。好，安尼咱倒转来，梁光兄敢有，还是赞成老师敢有讲一个。好，我先来分享几点啦哈。第一点就是讲这个爱啦哈。啊，这个爱字，这个北京语、英语吼，拢无过分甲诚有哈。啊，其实这种的，若照拄则即个那老师吼，歹势吼，我迄个先就直接讲落去啦吼，应该是爱搁甲迄个林龙主吼，迄搭讲一但是讲袂了。我感觉林龙主遐提出遐问题吼，我感觉讲用若文学啊有搁评论吼。会变做讲，因为你若文学是干那一个人的意见，啊，你若搁有评论，就是讲会变做讲有较济无共款的，遮个想法吼，会互迄个作品啦，吼，艺术品嘛共款，啊，文学嘛共款，会互迄个作品的本身吼，迄个跨度会搁较宽吼，啊，会搁引起搁较济人来欣赏啦，吼。
啊，毋过咱时间有限，我就直接切入即个有关即个爱即个物件。啊，咱台语吼真幼弱啦吼，啊，去甲分做即个爱吼，甲疼啦吼。啊，拄则即个那老师嘛有讲过吼，咱咧爱吼会当爱人吼，啊嘛会当爱物件啦，吼。啊，你若讲着疼诶时阵吼。哦，就可能袂当讲着我疼即个，我疼即项物件，我疼即项做即项代志吼，迄就讲较袂通啦吼。啊，疼是有啥物款诶即个性质吼？有诶人是讲哦牺牲吼，为别人牺牲，哦，这是算做讲安尼诶，算讲足大诶一种诶面来讲，一种诶情感啦吼。啊，毋过另外一种主张嘛讲，其实吼会当去成全别人，吼会当去牵架别人吼，无为着家己诶利益，啊会当去牵架别人，啊，互伊会当讲别人会当较好，吼，无计较家己诶好，啊为着别人诶好，吼，即种诶疼，吼嘛是算做讲无事即种诶牺牲诶疼啦，吼。啊，用安尼我来讲着即个。基因啦，吼，拄则咱咧讲迄个基因要传承落去，吼。啊，咱拄则咧讲诶，拢讲到即个物种诶传承啦，吼。啊，毋过吼，即摆有一种想法，就是讲文化基因诶传承，吼。啊，若是宗教上嘛是有即种概念啦，吼，就是讲，即基因诶传承是在伫信啦，吼，在迄个信念。是超过即个物种的传承，譬如讲，即个亚伯拉罕吼，圣经内面讲，即亚伯拉罕的子孙的传承是在伫信心，毋是在伫血缘啦，所以就算做讲是用即个信念来咧传承。啊，这到一个程度嘛是共款，就是讲咱足希望讲，咱的信念，咱的价值观，会当安尼个传落去，因为咱认为感觉讲。咱的信念是较好诶，所以这嘛有着讲即个，毋是干那讲是生物性诶基因诶传承，嘛，佫有一个即个文化上诶传承啦，吼。啊，第三点我想到诶是即个禁气啦，因为讲禁气诶问题，就讲咧男性是哪爱有禁气即个物件，啊，即个禁气是有时啊是伤过头啊到变做讲，互咱诶即个礼教啦，吼，即个甲咱束缚，啊，所以咱煞怎无看到迄个真实诶面啦，迄个真实面煞怎袂当看到。啊，毋过另外一部分禁气吼，这是我个人诶想法啦，吼，一部分内面禁气就是讲为别人咧设想啦，吼，因为一寡话题吼，无适合伫公开诶场合来咧讲，譬如讲，所以譬如讲，伫大多数诶文化诶内面，伊有一个限制，讲好几岁以下诶，即个物件吼，你袂当爱有一个节制，比如讲咱即马咱要迄个放即个 YouTube，伊就是甲你问讲，你即个内容敢有适合互囡仔看诶内容，无适合互囡仔看诶内容，吼，这嘛是一种诶为着。伫即个公共诶论坛诶中间，为着感觉讲接触到即种诶资讯，对伊抑阁无够成熟，伊无法当去消化遮个物件诶人，吼，一种诶禁气诶一种诶设想所以讲一种诶禁气到尾啊嘛是为着，嘛是一种诶对疼心诶一种诶出发。啊，当然拄则即个若是你讲着遮个。即个中古世纪，即个教父时代，因家己变做甚至到即摆嘛是搁安尼，比如讲天主教，也是讲即个，我想任何宗教拢是共款。伊一方面，伊因为宗教的理由去禁性，但是这是伊人类的即个动物性的即个需要的时阵，伊搁无法度通去克服，所以产生一寡遮个物件，所以我相信若较进步的遮个
宗教团体，吼，伊嘛无主张讲，甲即个人性拢完全拢要去甲伊忽略，吼。所以算简单哈，安尼，无足有系统吼，来讲一寡，算讲我诶想法啦吼，安尼，甲大家请教，安尼好，感谢。好，感谢梁哥兄啊。那阿sen你敢有想要回应者？即个我先讲哦，上尾溜的遐个禁忌的即部分吼，其实这禁忌哦，啥物人设的？就是掌握权力的人哦，伊伫设立的禁忌啦。就是我头拄啊顶悬文章有写的，啥物宗教家啦、道德家啦，遐个人你讲哦，创一寡禁忌啦。毋过伊设的禁忌对伊拢无禁忌的，哦，因为乌爸母的拢遐个人啦。你看哦，我比一个例啦。咱这个宋朝哦、明朝哦、宋明的理学啊，什么朱熹啦、陆九渊啦，因遐人哦，因拢足奇怪哦。你若就讲地方后一个查某人的死翁哦，伊拢叫你若翁啊死啊，某讲你若紧去自杀哦，伊就会叫县政府啊、报诶中央讲，哇，这哦贞节牌坊哦，发一个咯。排还互伊，啊，然后呢，全县的人哦，全乡的人哦，3年免税金啦。啊，你若安尼规定迄阵哦，所有的查某人啊死翁迄阵哦，规庄的人拢讲啊，你这查某毋紧去跳溪死啊，紧对自杀啦。你若自杀，阮3年拢免税金啊。哎呀，变做安尼啦，迄个禁忌哦，就是因为迄个禁忌的关系，政府带头，你做歹鬼带头。对无？所以禁忌无一定好啦。啊，禁忌吼，咱的社会本来加减都有即个社会规范嘛，对毋对？敢若讲袂使做贼啦，啊不你嘛知影做贼啦真爽啊，迄物件拢免本的啊。像银行，你看迄古早银行遮劫火抢劫者不分所从，一律死刑。好，老子就讲过啊，你若是讲一项代志吼。巧的人毋是你看迄句啊，讲啊劫火抢劫，不分所从，一律死刑。巧的人是讲啊劫火抢劫一定是真爽，对无？我若抢会过哦，即声我就好个啊。你甲讲要斩伊个头，另外一回事啦。抢会过就我个啊，共款啊，这道理拢共款啦。所以哦，迄个禁忌哦是罔讲个尔啦，啊罔听啦。歹势啊！啊，搁一个，这个狂热吼，咱这宗教信念哦，我看哦，毋是敢若咱台湾人呢？你看迄落，迄什么，叫啥亚妈祖啊，安尼规定哦，安尼哦，连政府嘛带头哦，哇去安尼绕境哦，一摆安尼舞一两个月，阁有人安尼甘愿咯，安尼一直行咯。啊，免费提供遐物件互食，迄种的狂热，即款狂热吼，毋是敢台湾有呢？你去看迄个穆斯林啊、回教因遐啊，囡仔伊就甲教讲哦，歹炸药，冲入去个什物美军的营地，要么都要崩去安尼。伊讲好多这有这啥圣战士，对无？迄嘛是。宗教甲你教讲哦，你最狂热哦，你啊为咱的宗教牺牲，阿拉会特别，你天顶甲你照顾，伊嘛相信这啊，哦，啊毋是哪个安尼，十字军东征，迄规定人嘛是敢若笑的咧，对无？啊，十字军东征毋是一遍两遍咧，10几遍咧，对吧？为着啥？讲要甲圣地夺回来，迄嘛是一种的狂热啊！啊，狂热呢，看你热啥啦，哦，伊就热迄项，啊，有的人诶。有个人哦，迄个高查某伊嘛足热的啊，对无？更较水伊嘛要甲热啊，对无？迄嘛种个狂热啊，哦，啊宰人的啦，吼，歹势吼，我甲你讲个这。哦，感谢，真精彩对话。好，先看卖，就是因为即摆迄个时间嘛无早啊，等咧即个咱若是因为今仔日则为迄个婚礼遐坐高铁起来啊，等咧
12点爱去搬车去伊住的所在休困，所以看上尾一个问题，敢有就是人西茜有举手， C 券好 OK 下，之前C 券你的麦克无拍开，大家好吼，我是地美吼。我先来回答即个林同志所讲的即个 flow 的三个方面吼，伊的 ego 甲 super ego。咱生出来的时阵是敢若有生存的即个冲动意的吼，全部是敢若意的安尼啊。但是一个人敢若讲要生存，要爱食物件，但是迄物件假使是父母、老母的饲恁，还是讲吼啥物，嘛袂一定讲随时都会符一个人的需求，所以即个现实的体验，就哪会互即个自我的分裂，甲你的即个冲动的分裂，会做一个ego才会分出来，吼。了后三岁了后，即个父母的管教，社会规范，就产生一个 super ego。super ego 甲即个意就是直接的冲突吼，所以即个 ego 即个自我就爱咧即两个意甲 super ego 相对的力量中间咧安尼调试吼。我是感觉讲一个人吼，大汉到即个青春期的时阵吼，即个性欲吼才发达出来，都是荷尔蒙的关系。同时呢，即个青春期人的即个思考的能力也是有增加。所以我会记得讲，我迄当时就有感觉着讲，即个就真侪敢若讲细汉时无想的问题吼，嘛都拢会去思考。思考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讲，人甲人吼，逐个咧对个人的爱恋吼，即个情形，实际上是敢若是一个大骗局，就是即个生物的物种，为着要继续延续落去。造成的一个大骗局，才变产生个人甲个人中间的这个爱恋的这款的情绪啦吼。我是感觉讲，若先是真有这个能力来分析吼，对这个性爱的这个真坦白的分析，来踢破这个社会加的这个会使讲一个小鬼啊壳安尼吼。对管理者甲即个社会诶，即个热情狂热吼，即款诶社会啊抗伊分析了真清楚、真坦白，即点是真难得。不过我嘛是想讲，爱提出一寡思考的方向，就是讲，咱的生存的需要吼需求，敢若是毋只是即个性爱本身尔吼。尤其呢，咱即马即个科技甲种种吼，已经即个性爱甲即个传种的即两项代志，并毋是结合，无亲像讲过去安尼，这已经有分离吼。所以性爱还性爱，无一定是有传种的即个目的，因为会使无传种的性爱嘛吼。所以性爱是本身的需求的一方面啦。当时，所以即个爱嘛是分几啊种的无相的爱吼，因为人的生活有各种的需求吼，这是我安尼思考这个问题提出来甲大家分享吼，多谢。好，多谢 C 券。咱请这拿线来回应。我先讲我一点仔意见啦吼，头拄仔你讲的咱囡仔出世，it， 这是本能啦。一出世就一定这个咱人我看过真侪迄个心理学家咧讲，所谓的本能性不是本能，只有一样是本能，食啦。所以囡仔出世的食量，这才是动物动物甲人的本性。若性这是啥？这是学习的啦。
毋是因为生哦，来甲青春期小可开始迄阵，萌芽期迄阵，才有成即个物件啦。所以伊是学习的哦，毋是你出世就会晓。啊，咱学习真简单，同在团体啊，动物啊，大家讲来讲去啊，会拄啊臭屁啊，讲吼，我出去安怎拄安怎，啊无咯。尤其即摆媒体遐尼发达咯，你免甲讲伊嘛会晓学啊，上网就找有啊啦，对毋对？啊，古早毋是啊，古早是靠大家哦，什物东攀啦、酒攀啦，你学来学去嘛。所以即款的哦，咱毋是心理学家啦，事实上哦，是无法度研究甲遐尼深啦。毋过确实是安尼啦。另外一个哦，咱即个文明啊，甲夹到一个程度哦，会将性即个物件哦，看起来其实讲啦，即个是伫你目睭前所看会到物件哦，是照即个心理学家来看，迄拢是性的衍生啊出来，包括你厝安尼起甲水当当，也是为了性啊，互你的某囝啊较舒服啊，讲会当很有气氛啊，你所求的是啥？嘛是求这个尔，对无？只是讲伊无法度真，无法度讲啊，我这个是为了性，毋是安尼啦。哦，伊是衍生出来，每一项拢是衍生出来啦。这嘛啥物人讲，我已经袂记啊，毋是我著老岁啊吼啊，甲老岁伤共款啦，功夫学伤济拢袂记了了安尼。啊，事实是，咱的社会就是安尼。你看欧洲哦，你看16世纪、17世纪啊，你看因个宫廷哦，迄个跳迄个圆舞曲啊，查甫查某拢穿迄个秀甲安尼，吼，足水的衫哦，你有注意看？我穿个燕尾服安尼，安尼是你创啥？我咧讲啊，讲我歹听的就是求偶嘛。但是你甲讲迄，你甲讲这话，伊就好像啊，你讲迄拢哎呦好肮脏哦，我听不下去。伊就甲性当成是一种罪恶，伊就袂去讲，对不？啊，事实你看迄个啥孔雀啊，他在求偶的时候觉得洗的哇，天高都水，干嘛？只有一个目的而已啊。哎呀，声高人谈啊！你看迄个鸡公哦，毛特别水啊，擦条啊。啊，鸡母咧，迄个鸡母就是安尼，迄个样子就是不是那么漂亮，但是鸡公就展现出哦，因为为了争取迄个交配权哦，伊就是无共啦。对啊，所以每一个动物哦是无共的形式啦，其实拢干了一个目的啦。歹势啦，因为咱的所谓物质文明哦，有时候你去找找看那个文献里面讲，但所有物质文明就直接、间接都是为了性而已的。歹势哦，好，拄则迄个赞星老师有举手哦，请赞星老师。多谢，老师老师吼，啊，你就是我迄个真崇拜的对象啊！我开始捌台语文的时啊，就是看你的文章吼，啊，渐渐吸收迄台语吼，开口真好吼。啊，我最近伫阮台湾台语网报顶头有看你有一篇文章叫《无实的好神》啦。无实的好神嘿。啊，你有法度甲你甲好神哦，两个伫小母吼，伊咧食饼，啊，你要甲伊掠起来，啊，煞是甲带去啥？哦，啊，写甲有正入骨啊！我甲你讲哦，这是事实的。我有在掠着好神吼，掠一手诶，我袂甲电死哦，掠着了hand着，用扎力咯甲hand着，啊，手甲要舔开，就袂使放伊就飞去啊！啊，用这个手，另外一个手吼，甲捏出来，啊捏出来哦，你嘛惊伊电死，迄个较细啊，捏出来了后，我是要啥？把伊个丝拆掉的。啊你，迄只较细丝你拆，啊你敢袂甲伊个心丝甲分做分丝？袂哦，啊你hand掉拄拄是甲拆一个了，啊我另外一个丝就共款，我嘛是搁甲拆起来，啊拆起来了后，无丝了，甲等咧桌顶，
你都调节调节，要注意。还是事实的哦，你过程哦，我跟你讲，个文章吼，你来会晓写这个真有路的过程哦，看起来敢若真的迄阵，你就感觉哦，这赞。你读的人嘛足爽快，看的人嘛敢哦，敢若咧欢喜共款啦。歹势啊，你阁有注意这个？有啦，有够精彩，有够入骨啦吼！我就足期待吼，我你叫我聊好神就对了。可以啊，免本的，你就创好神，我聊你看。我捌甲人相输过呢。讲做中一只好神话，抓着的人50块。我讲啥物省？伊讲叫我省，我讲 OK， 我一日甲抓着50块来。我甲摔个涂骹好死啊！迄只猪啊，死铁猪啊！是真精彩。我只看到讲吼，迄个一礼拜讲要预告，讲迄个我的老师吼，讲要来讲性啦。哇！我透早吼6点就甲乱钟调好势，准时就出现啦。多谢多谢。有看到你，我上精彩就是你讲有2页文章啦吼，就是讲有一个查甫的甲一个查甫。不伦之爱啦吼，产生一种迄款高调的一个状况安尼吼，一世人难忘啦吼。我就想讲，你这廖和信这篇文章，甲你拄仔讲的迄个2篇真精彩性爱的代志吼，实在是有了，有够赞的啦。真的啦，因为食有饱甲食无饱，就是迄篇文章是讲食有饱甲食无饱。你会当理解讲，啥物叫做食有饱，啥物叫做食无饱啦？正经的啦，我无骗你啊。你家己去试看觅，看你食有饱无啦？我只是要甲阮迄个线顶的朋友讲吼，咱迄个若是伊的迄个性爱文章是足精彩吼，但是伊其他的领域哦内面嘛足好，伊有所不包含，然后伊有足侪款。无共款议题哦，用真底的散文哦，有法度甲伊精彩的款会甲伊表达出来吼。这是我相对咱第一届吼的这个成长有足大帮助。尤其对我来讲是啦，我真欢喜今日会当看到那春水老师的本人啦吼。多谢你来请。好，迄个。你讲的这吼，因为教育部伫7、8年10几年前吧，伊就讲要写个电子报，叫我只要2礼拜哦，一篇啦，拢700几字安尼啦。我那个题材拢无啥共哦。你讲到什么装卡饲狗啦，对不？什么种饲鸡啦、炒茶啦，做甜粿啦。你迄每一篇拢是教育部电子报内底，迄拢10几年前写的，注意啦！我就逐项捌你啊！你讲我因为做五金啦，做生理我嘛捌啦，做炭坑哦 ，AI 灾变哦，我嘛拢捌啦。当然人讲文道有先后啊，术业有专攻。我捌的你无一定捌，但是你捌的我嘛无捌啦，对无？敢若你捌的你嘛反正比我较厉害啊，对毋对？所以一人有一项啦，人搞一项，咱袂使讲我真搞，不然莫有这款心态啦。多谢你啦吼，多谢老师，多谢。多谢啊！我有敢若阁有其他的 YouTube 野手毋过伊我有收到交代，就是讲12点尽量12点结束，互拿先生休困。好，我们林刚啦，对，机会哦，再过来我紧来。对，咱阁有足侪机会。其实我即摆来做一个收尾啦。镜头我小可刷一下。好，真感谢大家今仔日来参加这个世界台湾文学论坛的活动。咱今仔日是邀请这个林龙柱甲这个那春水先生来分享啦吼。
伫上尾啊，其实我想要甲大家搁分享一个吼，一个就好，就是我用一个故事，拄则我甲那春水先生，咱一开始咧开讲的时阵，还未开始进前，咱有咧开讲，我甲那先分享讲，就是伊无影无正吼，即本册拍一下广告，就是即本册，即本册伊的头一篇咧写炭坑的故事，我是伫暗时12点到1点的时阵，迄当阵家己一个人坐伫即个桌仔顶吼，头前遐就是一个人啊，豆豆读了，读到尾啊时阵，就是我读到就是故事的后壁，炭坑发生代志的时阵，我就规个就是目屎就对迄个大水安尼流出来。哦是安怎会读到即款型的，就是大家读了就知。第一篇你就读到我对即款形容就是足有感情就足想要继续甲读落去，读好了。读2本拢甲读好矫正安尼。第2本就是即个大人的爱吼，甲大家安尼看一下吼，即2本一定爱读哦，足经典的哦。上尾就是我想讲用即个那春水先生伊伫即个第2本吼内底大话头。以自我小解几句话做即个结尾吼，互大家搁一解对咱即个遮敖写的生呢有一个真好的印象。好，我即马来读。咱若追求文学艺术即款无底止、永远袂尽崩的工课。你会逐工兴噗噗沉伫内底，阁袂化忝，是因为这是咱家己的心愿，无人甲咱用强的。若甲家己有迄款的意神，心肝兴到底啊，就无咧烦恼别人安怎看即项代志。较加嘛有真侪人会骂文学家、艺术家是一阵痟甲无尾溜的怪咖。我毋是文学家、艺术家，嘛毋是啥物怪咖。毋过我有认知到，写台文是一种无底止、永远袂尽崩的工课。意思是，你若有写落去的意向，决定对现处时的成就有一丝定义的愿望，定义的愿望，生成就袂艰苦、袂野生，阁有淡薄仔欢喜甲乐痛的膝头。通豆豆啊过日，真正是爽甲叫毋敢。即款代志，心色阁有异样，好耍阁袂想染死，是我煞心写台文小说的起因。这是那是伊家己写的，是伊安怎要来写台文。小解互大家，嘛邀请大家来甲即2本买倒转去好好啊读。好，感谢大家，感谢大家今仔日的参与。好，所来迄个秀班子，我就甲即个主持的工课交互你，多谢。点名点着我，多谢吼，多谢迄个丹罗桂兰吼，甲迄个那顺水老师，甲林龙柱吼，恁今仔日真精彩。咱后礼拜吼，后礼拜是有迄个猪头皮吼，伊要来讲音乐，阁有迄个黄静雅，我相信嘛是真精彩，欢迎大家后礼拜去继续参加。咱即马今仔的节目就正式到遮，毋知龙哥遐有啥物要补充无？欢迎大家后礼拜六来咱论坛吼，来听迄个猪头皮猪头皮是啥？朱玉信啦吼，玉信嘿，大家应该拢捌伊啦吼。伊是一个音乐人吼，伊即马不时伫即个电视节目出现吼。黄静雅吼，伊最近出版一本
迄是一个册还是一个 CD？伊其实吼，伊是做一条音乐叫做《春天伫倒位》吼，嗯啊，伊有一块 CD，啊，其实这是伊十几年前做的，但是伊最近等去台湾吼，伊有甲即出变做一个音乐剧，啊，伫台湾最近当演出了后，已经当演出了，啊，伊即马人倒来伫Vancouver，正常老师伫遮有讲要去拜访你哦，啊，伊住伫Vancouver嘿，啊，所以因足趣味，因为因拢是咧做音乐甲猪头皮，因为因是研究所的同学，啊，但是因拢是读大气工程系迄个甲气象有关系，啊，结果所以伊找因的学弟吼，叫做王恒，伊嘛是过去捌来讲过气象的，啊，结果因三个大气人吼，因讲因要讲音乐。啊，所以一点真精彩，因为因三位拢是迄个大气工程方面的，嘿。啊，所以欢迎后礼拜逐个做伙过来欣赏，嘿。拄则其实有一位吼有举手，但是因为我即马伊已经手囥落来，我无看到伊，嘿，毋知是倒一位，无要紧。即边也无叫你，也无甲你点着名，真歹势。啊，后边叫拜托你搁继续参加，嘿。册名迄个有人写起来，好无要紧嘿。迄两本册无遐，敢会当？册名写伫遮无影无食，甲大人会爱，嘿。啊，后礼拜的阮会送文宣出去啦，吼。啊，今仔日恁阿总有啥物代志要开讲，恁会使伫遮开讲，啊无咱就会哦。虚倩的林地理教授有举手。即摆是开讲的时间吼，即摆是开讲的时间吼。开讲时间嘿。OK， 我来开讲，佮补充一下吼。因为我咧讲吼，咱有各种的需求嘛吼。啊，即个若教授伊遮尔热心，一直爱写文章，这就是一个真好的例嘛。我讲的就是亲像安尼，就是讲，除去追求性爱以外，吼，有各种的精神层面，也是各种的，毋是咧讲干那买厝，也是啥物，是为着讲追求吼对方迄款。我毋是计记迄款，因为我想讲，伊遮爱写即个台语文，啊，写遐尔侪题材，写甲遐尔拍拼安尼，敢若讲拢袂停，一直爱写，真快乐。这都是一个真好的例嘛，吼。啊，另外我所咧讲性爱甲即个物种诶传承吼分离，这毋是讲这我意思就是讲，亲像咱即马嘛有避孕啊，种吼。啊，过去是一定吼用结婚的形式啊是啥，就是性爱就是会甲传承真结连做伙，即马就是即两个是分离吼，所以即方面即个那教授是敢若较无遐明显的点出来吼。啊，伊咧讲即个伊的本能吼是食，就无毋着上起头是敢若是食。囡仔生出来是敢若知影是要爱，互伊的生存，所以伊的本能是食。但是吼，我讲实际的体验，阵啊感觉讲你的本能无一定，迄个 that moment 吼，随就会用个满足。所以你的实际的体验，就是造成即个ego，你的自我的即个部分啦，的即个认知。我讲即个性，毋是讲生出来就有性，但是青春期因为咱的即个基因的关系，咱的荷尔蒙都种所以即个安怎讲欲望吼，这就是一个变做是一个真大的冲力。所以是除去食以外，到尾啊，就是性，这个嘛是一个冲动，这个是有。啊，动物
那教授，那先生伊讲真侪，讲即个动物也毋免学，也毋啥拢足自然，就是有，所以这是就是一个真本能的一个表现啦吼。啊，但是我迄阵咧提问了后，伊讲颠倒咧否定即个性是一个本能吼，这我感觉是有较矛盾啊，因为动物吼，伊就是有即个本能。啊，人甲动物愈来愈较无相吼，哪会有即个社会规范？就是即个本能吼，人即个动物的性是完全较去受到即个身体即个内底的荷尔蒙诶控制，啊，但是人都无一定完全伊的表现是敢若受到即个荷尔蒙的表现吼诶控制，这所以差别是咧遮安尼吼。OK， 我讲伤济啊，多谢。